选定台南巷弄当中的咖啡厅，今年多家企业社甲树德科技大学流行设计系师生合作，协助这群顺手工制作手提包妇女来装扮。其中8位妇女平均年龄拢超过50岁以上，甚至有78岁阿嬷，拢是人生第一摆走秀登手路。不过每一位的自信笑容，和在场观众相当的感动，将叫声不断。我现在是第3人生，在研究说对自己怎样活得更快乐、更自由，不再像以前的老阿嬷都在门口那边说东说西了。感谢主。在工作室里面，我们需要运用林马的布料来发挥自己的创意，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但是当有客人欣赏我们自己做的包的时候，是会给自己很大的肯定，也是给我们一个小小的成就感。这群女性的力量，除了透过环保、影响加希望的手提包来感动大家，对着树德科技大学流行设计系师生来讲，嘛是跨世代沟通。许可运用因的专业，会当为这群妈妈甲阿嬷用什么布料甲装扮来打造上适合因的风格。冬季泡泡海洋，对，所以我们就是以这个作为是珊瑚色，然后这些球啊，等于说就是泡泡啊，还有阿嬷做的袋子，对，这些都是属于那种海洋系列的，对。然后妆感也是啊，就是我们就不会偏的那么橘色，对，我们就以亮色为主。服装的话，其实就是以素色为主。那因为我们其实就是想要牛仔布跟华丽感。创出一些新的火花。那其实像包包的话，它其实除了用渔网之外，我们其实围上项链可以增加华丽感之外，那我们透过眼妆、唇彩的部分也去增加一个整个的亮度。我有先就是做一些功课，就是关于深色肤色的调整之类的，对，然后又想到它是牛仔布，其实我觉得牛仔布很衬那种深色肤色的人，因为它有一个随性的质感在，比较稍微野性一点。可是我们想要让它有一点华丽的感觉。透过跨界合作，多家社会企业社帮助这弱势妈妈画出自信加精彩，甚至打造因专属舞台，主要是今年上好的母亲节礼物，也是第一步实现因再次梦想的勇气。往后我们希望可以有更多的这样子的机会，可以让学生还有妇女们他们做合作。那因为是这个伸展台其实不是为了要看自己的作品有多厉害，乃是要帮助更多的妈妈可以勇敢的走出去，然后展现自己的自信。那为了搭配他们的这个带包的一个方便搭配性，我们也出动了我们永续服装跟我们的法装来做整体的结合。那整体造型是我们树德科技大学流行设计系的强项，我们很开心学生可以学以致用，并且贡献社会。好，大家好。台新闻顾文吉和乔邦采访过的。